头前好，大家按早，欢迎收看今日嘅客家新新闻，我是纪丽玲。欢迎乡亲朋友，当然用短短的19分钟，用听下听的客家新新闻来关心当日四大报纸头版头条，针对一个疫情来做清醒嘅了解。还个像今日呢，像乡亲朋友今日了又爱去哪老了么？提醒乡亲朋友，喺讲呢，大家在防疫的夜探期间，爱出去老了，天错爱记得带定做嘢咩？还个爱注意社交距离，也得防疫方嘅自信。另外呢，喺讲无爱出去老了，为了防疫，咪做嚟头部卡地度。当日收看客家新新闻来了解防疫嘅资讯。今日呢，四大报纸头版头条，我带乡亲朋友先对亚嘅联合报也从太重嘅相片来看起始。先来看到喎，亚嘅联合报登稿呢，佢除咗讲有亚嘅机场查相片以外，另外先提醒乡亲朋友嘅係下播也2張相片。因为像亚博嘅亚今日咧系清明连续假期，今边又系清明连续假期嘅天一日，故所呢同联合报嘅亚2張相片當中，我就一一來看到。像第一張清明連續假期，大家當然愛去掛紙，佢特別來提醒講，大家愛保持社交距離。比如講呢，大家愛去一個掛紙嘅時節，可能會去到一個南骨塔，還有嘅其他嘅設施地擺度，一片呢就有工作人員同戶外嘅部分呢，特別來提醒大家，希望大家愛來配合物嘅喏。所以講愛去到南骨塔地擺度去拜拜，來拜老祖公，來拜神明嘅鄉親朋友也到民眾，請記得愛帶做嘢咩？還個針對一個社交距離，一片嘅工作人員咪係等來提醒大家愛咁1公尺按9，還個愛排列嘅，希望大家愛配合，還個係咪看到我一片嘅民眾咪實在有按嚟排列嘅。下部一片呢，我來看咯。你看，因為搶當到鄉親朋友可能沒有按呢嘅經驗，差唔多當年我去掛紙嘅時節，規太青年、規家錯，大家搶下去到南骨塔地嗰度。不過今年呢，為咗愛防疫，故所呢也當到嘅單位、指揮中心，還有各個南骨塔也到相關嘅單位，都來提醒講，希望大家唔好按一下集中起來，因為驚怕按當年集中起來嘅時節，驚怕係講有乜嘅確診，也係講其他嘅一個疾病，就當會因為距離嘅關係，大家行到按減嘅，故所就會扯來扯去，提醒講大家愛要分開來，像係做得用本流嘅方式，另外也冇像國家錯派1個人去來掛紙、來拜拜，按嚟就做得咧。還個為咗愛避免全市感染嘅風險，今年頭連續2日清明呢，民眾除咗講做唔得落去南骨塔地擺度，也係今年特別來規定嘅，希望大家愛來遵守社交距離嘅規範。提醒大家頭清明連續假期呢，係講要愛出去攞杯，愛注意一定要按到物嘅資訊。另外，繼續來看到聯合報登稿也另外一種相片，也太種出來講係機場查以外，因為有按你嘅提醒，按你嘅用途呢，就因為行政院呢就一下確定呢，一下會把1兆500億元針對紓困嘅方式來擺一條經費，希望可以有1000億元來支持按到就業勞動嘅朋友。聽集團紓困嘅方案呢，勞動部會釋出300億元來補助1萬呢，自家來做生意、自家開業嘅、自家做調解業者。另外，就會補助機場茶，還有遊覽茶也都自然嘅業者，差唔多有12萬3人會享受得到。預算一條錢差唔多有36億元。而且講到喎，所以講也係交通嘅部分，因為有一按到嘅紓困內容，就因為行政院長蘇貞昌佢籌備嘅時節，就係臨時來開臨時驗費，從亞博嘅呢係連續嘅假期，唔過呢行政院籌備係當來開嘅臨時驗費，韓國拖開費過後。行政院長蘇貞昌今日請罕見帶定14個各部會首長出來開記者會，愛同大家講有關亞伯嘅紓困2.0嘅詳細措施。先來看到籌備嘅新聞。行政長蘇貞昌親身帶定幾下相關部會首長具體證人參加行政院會後記者會，說明紓困2.0方案。蘇貞昌講，以前全世界主動厲害，院會通過預算愛用1兆元來救台灣。當時只有中國的疫情，現在是全球的疫情，所以預算勢必要增加。而我們
基于对人民产业的纾困需要，所以我们准备用1兆0500亿的预算，1兆救台湾，让大家渡难关。本年边的 TP 预算600亿元，也下增加1500亿，而反基金也向计划增加1000亿过后，总共来到1400亿元，还有融资贷款天数7000亿元，总共有10500亿元。主计总处表示讲，规模差不多卡在1809年度 GDP 的5.4%，已经影响产业，还个有近来见到人失业。行政院会提供就业补助，来稳定就业的192万3人。经济部里面的服务业跟制造业大概会协助66万人，交通部的旅宿观光呢是14万人，那司机跟自营商的相关工作者呢大概有12万人，另外还有自营工作者呢事实上达到100万人，总共呢我们稳住就业大概是192万人，这192万人占我们整个就业人数呢达到16.67%。韩国有大家真关心的振兴方案，政府会推动酷碰券来带动消费。经济部长沈荣金表示讲，大商业送限1000元。你消费我来折扣回馈，那这个部分来说的话，我们会来透过平台来协助。那老人的部分，我们也会透过敬老卡来协助。那每人每月那上限呢1000年。因政疫情动力会影响范围动态，苏贞昌已经强调明显，当然爱同外界报告相关进度来做纾困城市中，也称预算会送入立法院来审议。蔡亚立委了解政府伫纾困一方面希望做加到位，不过强调爱用啲怪用素材，钱爱看得到，未爱用得到。记者郭灿燕、钟子成特别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伫筹备土也从临时宴会加开嘅记者会后半呢，就贴出来一个动态照，用红色打加下呢，乡亲朋友清楚有看到1.05兆亿元，也就是讲一下贵下嘅纾困规模，会有1.05亿元按度。另外呢，佢还喊出来一个口号，也就是讲接下来，因为先前的防疫的关系，体育集团係先同樣嘅疫情數下來因為呢，也貴下嘅消費當中，還有人嘅環境當中，就會因為大家疫情嘅關係，會影響到各行嘅產業。故作接下來針對行業、產業嘅紓困，提出嚟體育集團嘅紓困預算呢，本單是有600億元添，不過一下呢要留佢加碼落去，韓國家下咪談到嘅，家下呢蘇貞昌佢咪講嘅，喊出嚟四大口號，看到聯合報當稿呢就有寫。就講希望愛達到企業穩唔得，商業實唔得，做唔得實，也就係講做唔得生業，另外物流做唔得停，金流做唔得斷。另外啲廿八嘅紓困內容當中，其實就愛講到啊，經濟部還個交通部也算係重災區，就像人看到嘅亞種相片當中，運輸業包含機場查、遊覽查呢，幾一條就係特別愛來關心嘅一部分。啲廿片係咪看得到經濟部同交通部係重災區？嗰種呢廿八行政院係特別來指派嘅行政院嘅政務委員姜明賢，佢來擔任一下一般講嘅紓困當中嘅指揮官，希望佢做嚟同一個衛福部長陳時中來共用，來擔任一個防疫疫情嘅總指揮。當然愛開記者會同大家來報告，來大家說明講一下詳細嘅紓困內容。故做廿八呢，就針對經濟部、交通部，還講呢機場查、遊覽查也條自營業者來做出來詳細嘅補助。故做呢也報紙當中，其實近邊嘅各版哦，就可能都有一種嘅紓困嘅措施。另外，NTV 來關心嘅係蘋果日報呢，佢地位都係來寫到，初本嘢出來講要紓困也當重要嘅重大政策愛實施以外，其實下週嘅記者會當中，指揮中心就出來公布講，一下全台灣總共有339位確診案例嘅，其中初步公布嘅就有2個係本土案例，其中一個佢係到社區來做保全嘅一個什麼嘢，故數呢日本大家值得要注意嘅就係也係頭一個社區保全嘅確診嘅，唔過佢呢因為大家要強心嘅係，因為佢係本馬沙車尾度嘅一下限唔啲，故數
陈时中指挥官今日又讲哦，也下唔排除沙期杜峰，就喺讨人嘅生活环境杜峰，會有無證台灣人來制度一個新型官場拼圖。故所呢，出進一步來看。指揮中心呢，佢係特別來同大家提醒哦，因為呢也北部籌備公布嘅本土案例，佢係做也個沙期嘅保全，沙期保全呢，佢就會特別當然都會接觸到安東人。故所呢，除了講這件沙期歸海去做小兔以外，也還有當到嘅沙期保全嘅方面，大家咪係請關心。先講先個，也下因為保全會同安島出戶、安島嘅民眾接觸到。故所佢喺本馬薩車尾度嘅，愛了解查清楚來。故所呢一篇沒有提到講哦，沙期杜峰係唔係有相關嘅感染源，愛繼續了解清出來呢？一下陳時中咪講，針對一個沙期傳染、沙期感染嘅部分。佢咩唔敢否認，故所是做得提醒大家講，愛強調大家愛接洗手，愛帶定作業咩，還有愛保持適當一天嘅社交距離。還個陳時中咪提醒講，其實亞博嘅連續2年了安東年，其實亞博嘅大家鄉親朋友哦都討自家味道愛防疫，唔過亞下呢大家就愛談，就愛有防疫嘅觀念，就係唔鼓勵民眾有太多嘅室內活動，做得家去戶外。好，也係蘋果日報一篇呢關心嘅報紙頭條新聞。繼續來看到嘅係第三枚自由時報。自由時報呢，我特別同大家講嘅係，除了講有一個籌備一個保全嘅確診案例以外，同事先曬到一篇大家嘅優秀片。一篇係歐美嘅主席，佢是否來感謝神亡喺台灣來見咗人咩本家掉，因為一下呢佢就公開一個。歐盟執委會嘅主席彭德萊恩，佢處理嘅人呢就公開來感謝台灣嘅呢560萬隻嘅外國作業咩，係個也咪係歐盟哦，頭擺出猛勢，要對台灣按國嘅傾聽。故作佢當講咩笑？針對有需要嘅國家，就喺台灣就建呢1000萬隻嘅作業咩，提高讓我還有充裕嘅，比如講虧能亞種嘅產量，還個分享台灣對追蹤同調查疫情用嘅 big data， 也就係大數據嘅技術，也係喺國際方面大家十分來感謝台灣。還個呢，我特別提醒，我看到美國駐日內瓦代表團十分肯定，還個希望台灣喺國際上為到營運疫情有一個輕重要嘅角色。強調睇到疫情全世界吹來吹去按厲害，台灣應該愛討世界衛生組織 WHO 韓國世界衛生大會方，佢表示講台灣有按重要嘅角色，故所聽出愛有一個實惠。韓國佢其實也按到嘅內容係討Twitter 方來寫文章，故所呢佢討 Twitter 方嘅文章，先下播一篇係 hashtag， 就係標記台灣一下當地嘅天數，也就係 hashtag 台灣helping， 提醒講團結更加強大，所以講出來講同講出台灣嘅重要性以外，咪提醒講大家同亞博嘅更加愛團結強下。然後我再過來看到《中國時報》嘅部分。中國時報一篇呢係討一個焦點，並討全世界，看到我太雜嘅，所以講全世界一下確診人數強就會突破為100萬。不過呢，要一下就前線嘅數據，也出從半夜大家可能行啲水木嘅下，半夜差唔多台灣時間嘅半夜3點啦，一下全世界嘅確診人數見真實突破為100萬呢，故所呢疫情還係見來見厲害。然後也頭版當個中國時報頭版當個嘅圖啊，看得到一種相片呢，佢係看得到安泰嘅空間當中也。表呢咩也當到細集，也係看起來係細集。不過其實呢，也條都係面床係平床，也係同水泥為啊，為到仍然可能殺下來，更怕會逼出來嘅疫情。當局出頭速度呢，實槍將係防蟲嘅設施，用表嘅行卡度嘅面床，希望講未來係講疫情行卡厲害嘅時節，做嚟用那麼多行卡度嘅平分。故所一下全世界唔但搶講。確診人數真是突破為10萬呢，各國一下仍然見來更嚴重嘅措施，咪係要見來更嚴重嘅疫情，一下大家咪係要提出嚟相關措施，希望講愛同疫情夾控制下來。以上就係今日嘅客家新新聞，歡迎鄉親朋友當日9點半，用短短嘅19分鐘，向下來關心疫情嘅
亲情发展。